在約翰福音14至16節，耶穌咁樣講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係冇通過我，冇一人能進到天阿爸，係乜意思呢？耶穌講嘅都係真理、道路、生命，係世界進到天家、天父嘅天堂，都係透過耶穌基督。信任過耶穌基督就是個上帝，就是個救主，是個將能進到天阿爸嘅。但係呢，因為個人類世界你喺度唔知呢個真理嘅呢個道路進天家嘅路，係耶穌讓地基從恩來，死了3日，然後翻生嘅到天堂。呀！呢個是個時間越超世間的啲，佢個見來到世間的大世界嘅靈進到天家，嘛咁樣聽耶穌嘅路，越聽對嘅路，越聽進到天家，因為耶穌講嘅就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呀，真理路、真理路、生命路，聽耶穌冇條路，阿門。